打班單次平，小心埋單仲貴啊！大部分嘅消費者咧根本唔清楚邊啲係易清嘅班，邊啲係棘手嘅班。如果純講呢個性價比咧，嗱，我覺得雀斑咧係最高嘅。雀斑係通常顏色咧係比較深色嘅，影響外觀比較大。但係咧佢通常打好少嘅次數咧就已經打清㗎啦。好多時打1至2次咧已經接近清除。而性價比第2位咧，嗱，我覺得係曬斑。曬斑亦係屬於比較容易改善嘅斑嘅，打嘅次數亦唔係太多。但重點嚟啦，唔好以為易清嘅斑咧，你去邊間中心打都差唔多啊！假設你好平600蚊打一次啫，嗱，聽落好抵喎。如果儀器同個人技術都唔夠好嘅話咧，本來你打1、2次搞掂嘅雀斑咧，可能拖到打10幾次。你計條數啦，就算打10次都要成6000蚊啦。咁可能你最終埋單仲貴咗啊，仲要嘥好多時間添。我哋就有個曬斑嘅個案啦，客人佢話喺出邊打多次 Pico 都唔及我哋打1次明顯啊。佢嚟到我哋呢度，我哋打咗1次嘅 XLA 拍效果啫，佢嘅曬斑已經好明顯改善啦。佢同我講：你哋打1次啊，好過我喺出邊打10次啊。嗱，所以性價比唔係睇單次嘅價錢嘅，係睇埋單後總共你嘅使費嘅。嗱，如果大家想了解自己啲斑有幾難打，歡迎揾我哋做一個免費嘅詳細皮膚分析。